诶，要把它加入，怎么移除掉了？哎呀，要加入完了，移除掉了。哎，要加入怎么移除啊？哎呀，看清楚再按呐、没有看清楚就按了。看大陆教授、大陆学者的影片呢，要注意避免唯物思想，可以参考。干净世界教授的影片比较可以避免唯物思想，唯物思想的无神论。